喺370年前咧，有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哲學家，佢叫笛卡爾啦。咁有一段時間咧，佢臥病在床咧，病到喐唔到喎。咁結果就瞓喺張床上面咧，思考人生啦。佢有一日咧，睇到屋頂入邊咧有一隻蜘蛛啦，就拉咗條蜘蛛絲落嚟啦，跟住咧就向下行，跟住又拉條蜘蛛絲去左右，又向左向右咁樣行啦。跟住佢靈機一觸，發現咗一樣嘢啦。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沿用到今日咧嘅坐標。所以坐標呢樣嘢咧，原來係嚟自於嗰個講我思故我在嘅哲學家嘅。嗱，呢一個咧係非常之厲害嘅數學工具，係沿用到我哋今日嘅。坐標嘅發明咧，亦都令到我哋人類咧多咗一種咧叫做維度式嘅思考。相信大家都聽過類似嘅問題啊，譬如話有啲人咧會問咧，到底我應該請個能力強嘅員工啊，定還是請個態度好嘅員工咧咁樣？或者有啲人咧就會話啦，到底我應該嫁個咧對我好嘅男人，定還是有錢嘅男人咧？或者係問啦，到底我應該更加勤奮咁工作啊，定係咧聰明咁工作咧？我應該選擇工作優先定係生活優先呢？我到底應該堅持原則定係以賺錢優先呢？等等嘅問題。但如果大家仔細思考嘅時間咧，會發現咧呢一啲問題咧都係將本來咧係多維度思考嘅嘢咧係變做單維思考。譬如話到底要選擇能力強嘅員工定還是態度好嘅員工嚟講咧，本身咧其實係多維度嘅嘢嚟嘅。因為能力同埋態度咧係兩個獨立嘅維度嚟噶，能力咧有分能力強同埋能力弱，態度咧亦都有分態度好同埋態度衰，其實兩者咧就唔係叫二揀其一嘅。而將咧兩個以上嘅維度咧變成單一維度咁思考咧，係好多人咧好常犯嘅毛病。阿里巴巴公司咧針對呢一個問題咧，就用咗一個叫4象限模型啊，佢就將員工咧分成4種。態度好、能力強嗰啲咧就稱為明星啦，態度好、能力弱就叫做小白兔，態度差、能力強就稱為野狗，態度差、能力都差就叫土狗。明星員工咧可遇不可求啊，多數打工仔咧其實都係土狗嚟嘅，即係話咧態度同埋能力都差嘅。咁其次咧，公司入邊咧就會有啲小白兔咧，有啲野狗啦。咁問題嚟啦，如果明星係可遇不可求，到底應該喺小白兔同埋野狗之間揀邊一個嚟培訓呢？咁阿里巴巴咧就加入咗咧可塑性咧作為考慮啦。咁即係話咧，到底能力係容易啲培養啊，定還是個性容易啲培養？聰明嘅大家應該都知道啦，小白兔咧係比野狗更加容易培養成為明星嘅。咁當然咧，呢個係多數情況下啦，就唔係絕對啦。因為能力咧同埋技能咧係比較容易傳授得到啦。咁但係一個人嘅態度咧，其實用咗幾十年嘅人生經驗啦，同埋價值觀塑造出嚟啦，即係所謂江山易改啊嘛，其實好難改變嘅。咁所以點解咧？微軟公司咧有一句管理名言啊，叫 We hire attitudes and train skills。咁相信大家對二維思考咧有一定嘅認識，跟住落嚟咧，我哋講深一啲嘅。